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16日，以弗所书3章16节安尼讲：祈求照伊丰盛的荣耀，通过伊的圣神所赏赐的快乐，互恁内在的人勇壮起来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内在勇壮起来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所仰望甲倚靠的上帝，你是赏赐阮欢喜快乐的天父。主啊，阮要专心感谢你，阮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。阮倚靠你的慈爱，阮的心因为你丰盛恩典来欢喜，因为你的拯救来快乐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产业，甲阮杯中的份额，阮所应得的，你甲阮固守。阮要时常学乐你的奇妙作为，也要欢喜高举你的名。主啊，求你照你丰富的恩膏，通过你的圣神所赏赐的快乐，互阮内在的人勇壮起来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咱的主有丰盛的荣耀，咱也通透过伊圣神的帮助，互咱的内在勇壮起来。愿主的快乐时刻甲你三角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